和华，万百姓啊，恁着敬护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信永远伫咧，恁着学乐耶和华。会众请起立。下面咱要学乐，咱要唱的诗歌是圣诗54首，《江心学乐天父》。江心学乐天父。咱游园徛伫，咱要用上帝的10条诫来做咱信仰告别。上帝的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大器雕刻偶像。无论地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不容允别个上帝批判我，怨恨我的，我追求伊的罪，由爸到囝到3、4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的施恩互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之袂省，日内应该多大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乳皮、精生，以及带你的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一个万民，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所以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的感情，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萝卜、乳皮、牛、驴，一切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即马翻先要做要读客英文33篇，诗篇139篇。咱来读。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
对前方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咧看。我的所做、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犹未开喙，你已经知影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帛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牵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杂。对你来讲，黑暗就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实在袂算的。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在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永远道路。这是咱来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阮甘心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因为有你的疼痛，阮的生活才有光明；有你的爱，阮的生命才有仰望。你的爱超过时间、空间，无理由，无讲条件。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奥妙的恩典，天父啊！感谢你保守阮一礼拜平安。阮若有亏欠的，讲毋对的，做毋对的，拢恳求你怜悯赦免阮的亏欠。天父啊，求你保守世界甲台湾，自疫情出现了后，全世界的医生甲医疗人员拢无休困。求恁看顾因，互因会当感受你的恩典。大山会散开，小山会压煞。多多你的慈爱，的确无离开这遮的医疗人员，求你扶持甲坚固。天父啊，求你帮助有病痛的有病兄弟姊妹，求你的怜悯甲医治临到伊的身躯。伫国外的嘛，求你赐予因平安。愿天的万民拢敬拜阿罗你，愿全地教会也同声敬拜你。愿你的名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同声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下边要来献诗，今仔日要献诗的是抗日团契。明天天下，无因的也和我拢放灿烂。明天天下，无因
这是记载伫圣经的一句话，这句话意思就是到今仔日耶和华拢帮助咱，因为是创造天地主，伊了有咱行的事，所以咱若倚靠伊，看伊来为咱成就大事，咱倒回来做这个时光，用较慢的速度来做这个时光。遵守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90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90到13节，咱做伙来念。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你叫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你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互阮人。无抵带阮入地市，因为带入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要讲的题目是主的祈祷文，主祷文1，请曾牧师。
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你三甲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即时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过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三甲学习。主，可以当互阮伫你的话的顶面得到帮助，特别即段疫情的顶面，我会当特别用祈祷，甲你有更较亲切密切的交陪，互你成就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也帮助阮来度过即段疫情，领受到你永远活的福气。当然，即时要对你的话三甲时刻，你的心也充满伫阮每一位中间。阮只要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第7月初4迄个主日，林牧师伊伫讲道的中间有提到 RPG 即个复兴基督小组的事，有提到即个 RPG 复兴基督小组是用主的基督文做结构，嘛咱会当学习主耶稣的基督。伫基督的中间有搁较侪会当来明白主的心意，搁较侪会看见上帝永远国度的价值。确实，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祈祷拢掠家己做中心，只干那关心家己，有时只为着要满足家己的需求，伫遐来祈祷，总是上帝毋望咱诚做基督徒的咱的眼光、咱的意念，拢爱对日光的下面提升到日光的顶面，因为日光的下面一切拢会过去，这是短暂的，并且是会毁灭的物质世界，拢会过去。只有日光的顶面，迄个将来咱的灵魂所要去的，迄个永远的国度，才具备有永远未毁灭的真实价值。伊国度冠冕荣光，全部拢是属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创造主。所以，咱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上帝也关心咱所关心的。上帝若得到荣光，世间人都有真正的平安。今日牧师要对主祷文，对主耶稣教示这学生的祈祷，来看如何对祈祷中伫遐touch，就是摸着上帝的心意。互咱的祈祷，上帝愿意听。兄弟姊妹，摸着上帝的心意，符合上帝的心意的祈祷，这是有功效的祈祷。上帝愿意听的祈祷，这才是有路用的祈祷。若无咧，咱伫遐啰里啰嗦一大堆，讲一大堆，拢是无意义的空空。所以上大声，咱伫遮来介绍主祷文的由来。头一项，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学生的祈祷，这一点伫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拢有记载。马太福音5章7到7章是真正出名上帝国的大宪章，甲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愿意诚做上帝国的学生门徒伫遐对因的教导。所教导的是上帝国门徒应该爱有上帝国的价值观。马太福音就将这篇主祷文放伫登山宝训，教导上帝国学生的上帝国的价值内面，并且根据路加福音书第11章的记载，是学生直接主动向主耶稣来提出，求主会当教导因来祈祷，因为因看见耶稣的祈祷特别具备有上帝同在的权柄甲稳定，好像上帝特别欢喜听耶稣的祈祷。因也看见，虽然因伫遐常常祈祷，总是好像也袂清楚怎样的祈祷，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也因为安尼时，学生求耶稣会当教导因来祈祷。
所以对两位记载即个主导文的圣经内面，我们来看去，这耶稣教导已经成做基督徒，即基督门徒的基督，所以人家爱记咧，主导文毋是针对未信者，而是对救恩即个信仰抑阁无清楚的人，乃是已经成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讲学生，你是要跟对主耶稣的人，也是已经成做学生，还是讲门徒的人，这篇主导文对伊来讲，则具备有真正的价值甲意义。第二项，咱注意到，主导文是用学了祈求上帝的恩光来开始，然后咧，则将咱家己的需求放伫迄内面。咱就当直接来看，来将家己的需求放伫上帝面前。恩光先归伫至悬至大的创造主上帝，这是提升咱家己眼光所看见的事物的高度，也提升家己心胸的宽阔度。因为当咱看的有偌悬，想的有偌远，所成就的就有偌大。有真个时，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是因为咱拄着困难，家己无办法啦，会讲家己过袂去。总是咱的祈祷，也是欢喜，甲上帝安那下指导棋。那像咱的祈祷，咱的想法，咱家己伫遮所期待的，不断甲上帝伫安那，要求争辩，要求上帝安尼生，安尼生。总讲一句，就是想要用祈祷来说服上帝，爱听我，爱听我的，将我所想爱的，期待上帝拢会答复我。这是用自我最中心的祈祷。掠做咱家己所想的，一定是比上帝所想的还佫较好，思考的比上帝较周到。总是咱对以赛亚书55章8节到9节，直接有甲咱讲，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遐姊妹，咱的眼光是非常有限，看代志的角度有时也真矮，有时也会常常看毋到、想毋到。至悬至大的上帝，看得比咱搁较快、搁较远、搁较久长。也因为当咱祈祷的时，咱看见上帝的伟大，意识到家己安那的美水，就会通谦卑信服上帝的旨意，一定是水搁好。进一步愿意顺探上帝旨意来行，也因为安尼生，正确的祈祷态度就是无求家己的心满意足，搁爱求的是上帝旨意会当成全伫咱的中间来得到恩光。所以毋通伫祈祷的中间勉强上帝，一定爱照咱的心意伫遐来成全。反倒是时时爱思考、思想，主啊，我是毋是真正清楚明白你的心意咧？因为人的知识财物确实是真有限，咱连明仔将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拢毋知。所看见的、所想、思想的，当然有时更加无可能完全，总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既然是历史的主宰，更加是咱人生的主宰。伊知影什么是对咱才是上好的。所以，一个无愿意顺服，一直要求上帝照伊的意思来成全的人，有两项的危机。头一项，就是将上帝当作供家己使用的萝卜，就甲阿丁神灯迄个神灯内底迄个神卜同款。第二项，有可能破坏了上帝原先
已经为着咱准备好的美好旨意。伫遮有一个故事来讲，到一个老母，伊真望伊的囝会当一个某某小姐伫遐来求婚，所以一直祈祷讲上帝啊，毋管我的囝即时伫倒咯，咧做啥物代志，请求你赶紧互伊较紧转来。做老母的我有真重要的代志要甲伊讲，伫遐一直祈祷叫伊较紧转来，无拍算讲即时伊的囝拄啊甲即位小姐伫遐啦咧约会。准备开始要伊求婚，总是感受老母迫切热烈呼求的啥物种的感觉，就掠做有啥物代志发生，赶紧赶转来。结果咧，就失去迄个小姐求婚的机会，以后就无搁再有这种的机会。其实有真侪时阵，咱所想爱的，还是介意的，无一定适合伫咱。所以伫祈祷的时阵，毋免上帝要求一定爱如何如何。譬如讲，我的囡仔，主啊，讲叫你认真拍，互伊认真拍拼，咱考着台大医学院。我一定啦去买奖券，还是讲迄个发票，会当得到第一得奖。我已经爱甲即个小姐安怎安怎，还是讲甲即个先生安怎安怎结婚。我一定无爱安怎安怎安怎，种等等的讲法。咱只要甲咱心中的感受诚实明白的甲上帝讲，清楚明白的甲上帝讲，咱心中的需求，上帝自然就会为着咱准备同妥当上好的安排，因为这是上帝知影咱真正的需要，也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所以，当咱愿意放下家己自我中心，为了甘愿顺服伫上帝主权下面的种意向、心智，才会当相信，这一生上帝必定要眷顾甲带领。讲起来，人的一生的需要，大概有3方面的需要。头一方面，就是啉食的需要。咱知影啉食是维持生命的基本，生活中上基本的物件，也就是将现在所需要的，咱上帝安那来祈求、来祈祷。第二项，就是咱心灵的平安。毋管咱过去得罪了上帝，还是别人，还是别人得罪了咱，拢会互咱的心灵袂平安。所以，咱只有祈求宽赦，才会当互咱心灵得到平安。这就是将家己的过去带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赦罪的恩典。第三项，伫试炼中，咱祈求上帝的帮助甲扶持，因为未来人生所要行的道路，将会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咱毋知影。总是上帝来帮助咱，上帝若甲咱三角地底，必定会赢过最最艰难困苦。这就是将咱家己的未来完全交托伫上帝的手中，祈求上帝的带领甲保守。虽然只敢是3种简短的祈祷，却将现在、过去甲未来，拢带到上帝面前，来将咱这个全人整个生命完完全全带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伫遐来伊来祈祷。现在牧师要伫遮一句一句来解，就用解经法来解释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这段主祷文，来讲这段圣经的记载，请注意。主祷文对你祈祷对象的称呼，主祷文一开始就称呼用爸的名爸的名。主祷文头一句安怎讲？讲阮伫天里的爸，阮伫天里的爸。咱知伫世界5大宗教中间，只有基督教称呼伊所信仰的对象，就是这位上帝是伊的爸。只有基督教
会当大胆称呼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及人类生命的源头、全能的主宰上帝，是咱的爸。这种的称呼表明咱甲上帝中间是一种关系，是有血缘的关系，亲密无比，爸啊囝的关系。旧约诗人早就甲咱讲，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诗篇103篇33节，咱的天父是大有气力、丰盛无比的，因为宇宙万物拢是伊所创造的，伊也愿意将一切会水较好，享受，互人来享用。所以基督徒的祈祷是用爸的名，因为迄大权能的上帝，正是用慈悲、疼痛、怜悯款待咱的上帝，是咱的阿爸爸。正是你所讲，伊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享受恩惠甲荣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物，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诗篇84篇11节，伫遮有一个故事发生伫国外。这个故事讲，有一日，一个大好业人，伊伫这个市场啊，就是啊街啊，这个市场的中间打出一张的广告，讲即日任何人拢会当到伊的厝内面，随意取一项伊家己想爱，还是讲家己欢喜的物件。果然到伫迄一日，真侪人拢来到迄个好业人的厝，随意来挑选伊所喜意的物件。伫遐咧挑选的中间，有一个囡仔也去到即个好业人的厝，总伊看半日，却啥物也拢无摕。对即个好业人感觉真奇怪，伊伫遐就问即个囡仔讲：啊，我收藏的物件遮尔多，难道你看无介意其中的一项吗？即个囡仔伫遐回答讲：我每一项我拢真介意，我拢真爱，总是只爱当摕一项尔。我伫遐想讲，安尼我要将你那，甲你即个本人摕转去，敢会使？即个大好人一听，很 surprise， 心想：即个囡仔竟然啥物拢无爱，只惊我即个老大人，就真欢喜的讲：好好，我无囡仔，因为我无囡仔，所以我物件搁较多，也无法度留甲安尼，吼，以后。所以我才想要送互人。现在我有你即个囡仔，安尼遮的物件呐，拢是你的。马太福音第7章9节到11节安尼讲：恁中间有啥物人，伊的囝讨饼，兼要用石头互伊，也是要治鱼，兼要用蛇互伊？恁遮的虽然歹，也阁会晓得用好物互恁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兼无要用好物互求伊的人嘛？兄弟姊妹，伫遮主耶稣甲咱讲，上帝是咱的天父，咱的生命会迄口气对伊来。而这位天父是丰盛、不慷慨、慈爱，万物拢属于伊。咱是伊的儿女，伊愿意将伊一切好的物件。拢总享受互咱，因为对伫儿女的疼，伊欢喜咱丰盛，阁有春。兄弟姊妹，阮伫天里的爸，即句话，毋单单指出咱甲上帝的关系，同时也指出咱甲他人的关系，讲咱甲别人的关系。这位天父上帝，毋单单是属于我即个人的。也毋单单是属于你即个人的，乃是属于愿意，即愿意认伊做爸的人的。也因为共有一位的天父，共有一位的爸，咱甲他人的关系，就哪像家庭中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咱伫教会内面，咱互相伫遮来称呼，咱是兄弟姊妹。
因为咱是天父上帝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也因为安尼是咱无孤单一个人，咱有共款即种信仰的同伴，那亲像兄弟姊妹共一样的一群人。所以，当咱伫咧行走即个人生的道路中间，有时咱难免会拄着侪侪挫折、累积、忧伤、惊吓、软的时，迄个时，咱的心软弱甲有时好像要跋倒共一样，也是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感觉非常的失志、焦虑。总是咱犹原会当凭着即个信心，大声吟诗、唱歌来唱即个以便以谢即种得胜的诗歌。以便以谢意思，就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咱，因为知影咱所信靠的上帝是满有恩典、慈悲的爸，伊疼咱，必定想出咱有够额恩典，有更较侪的智慧气力互咱，伊要帮助咱通过种种的试验、考验，行出一条得胜属天的道路。不但安尼是，咱要侪侪主内兄弟姊妹，会当伫咱的中间，伫即个时阵互相安慰、扶持、关心甲鼓励，互咱更加有勇气，伫遐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因此，阮伫天的爸即句祈祷，将创造主上帝是阿爸爸，全人类拢是兄弟姊妹，天下一家。即种美好关系的即个梦，伫遐呐安然结连起来，咱会当彼此伫遐相听，也必须伫遮彼此相听，因为咱是一体的，咱毋是个人的，咱并毋是自私的，迄个会损害人无利益伫家己，乃是会当互相体谅、彼此包容，伫听中间来成长，因为咱是一体的，正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所甲咱讲的，那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当台湾欠缺这个疫苗的时，日本、美国甚至欧洲，要两个国家也要增产咱这个疫苗，因为咱共是地球村的一家人。主的祈祷文第二句是“愿你的名圣”，这句话真正意义是啥物？所有的圣，伫希腊文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与众不同，是讲分别出来。所以像圣殿的所在，就甲其他的建筑物无共，是安那分别出来。所以圣经也就是圣册，甲其他的册无共，是被分别出来的册。因此，尊上帝名做圣，即项上帝名伫即个天的最最名的中间分别出来，承认伊拥有独一无二、尊贵的地位。咱知影希腊人因真重视、注重即个名。因为认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真看重这个名，认为这个名唔单单是对某人的一个称呼，更加代表关于迄个人的本质、性格。同款，上帝名也代表了伊的本质甲性格。也因为安尼诗篇第9篇10节安尼讲：捌你的名下，要倚靠你。因为耶和华你袂捌弃杀找你的人，意思并不是讲，既然知影要称呼耶和华是上帝人，就会来倚靠伊。你是讲清楚上帝本质，知影伊的性格，这咱关心决意，直接要来倚靠伊。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所信的吗？你敢知影你所信的吗？因为信仰会影响你的心灵，信仰会塑造你的人格嘛。你所相信的会成做你的价值观，影响你对事物的选择
甲判断，影响你的行动，最后会影响你的人生。所以信仰什么款的上帝？军队着信仰的家天，也会愈来愈亲像伊所相信的迄位上帝。所以对圣经的中间，咱伫遮认捌咱的上帝的本质，伊是自卑怜悯的上帝。那呢，咱着亲耶稣，譬如中间迄个浪子，无活到偌尔失败，彻底丧养困苦，失去一切，总是因为相信老爸有恩典、有慈爱。这位老爸，伊就当勇敢徛起来，回去家己的厝，祈求老爸的宽赦。所以，当咱认捌咱的上帝是公义正直的上帝，咱伫世间的生活，做人处事，就会晓持守着公义正直，以公平对待人，无欺骗。所以，当咱认捌咱的上帝是万能派的上帝，你就会更加谨慎警醒，免你行入这个罪恶的陷阱。所以，咱认捌上帝圣洁的，所以咱就要清起咱家己，将家己的身躯当作当荣光上帝圣殿。所以俗语一句话讲：囡仔是看老爸的背影，伫遐来成长。对信仰来讲，也应该是安尼。因咱若愈了解上帝的本质，就愈听伊，愈想尽办法要去合适伊，就是即个咱的天父的性格。毋望愈来愈亲像伊。亲爱兄弟姊妹，认捌上帝名是非常的重要。伊愈多会认捌伊，才会当丰富丰盛的享受伊，也愈会当活得出亲像上帝丰盛、高、搁实在、搁美好的生命。咱既然认捌上帝的本质，就要存着敬畏的心，敬虔来到上帝面前，顺服伊，并且学习伊的款式。安尼生，才会当真正尊敬上帝，荣光上帝的名。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会主日搁再来分享主的祈祷文第2。咱三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让阮明白你的本质甲性格，赏赐阮丰盛，让阮真正有欢喜，让阮会当来明白你的真理。做阮的上帝，阮愿意来遵守你所教示阮的一切，叫阮会当谦卑顺服，时时警醒警醒，坚定阮的信心加添阮的信仰，愈来愈亲像你，并且正对你活我的见证，为了你的名来高举，为了你的名来宣扬，因带更加侪人来归应你。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上帝的话，即马要来唱信息第264首，天父上帝至大至尊。上帝
咱即摆奉献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划拨，一个是转账。划拨的账号是15942345，转账的账号是邮局700，是代码，账号是03110350837054。这是约定奉献跟感恩奉献，建堂奉献、礼拜奉献，还有对内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念经，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做伙来读：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着你，亲像伫天里。马太福音6章10节。搁一摆，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着你，亲像伫天里。马太福音6章10节。这几位生日有林子琪、史东安、郑淑玲、周阿祖，祝因生日快乐！来报告，这是顶礼拜聚会的人数。下礼拜主日礼拜第一堂是曾牧师，题目是主的基督文2。司礼者郑建宏执事。第二堂嘛同款，曾牧师、司礼者郑建宏执事。今仔日下晡城清有线上的聚会，请大家踊跃参加。嘛同款时间同款是下晡1点半。主理是怡君，共享观点，被支持的力量。咱继续为着连招这附件，右中兄的语言附件，丽珠姐的3叉神经痛，运成姐的弟弟玉树兄的头痛跟附件，郑美玉姐头上皮蛇带倒，为初枝姐在南非的2儿子林世能全家平安带倒，为注射新冠疫苗都能平安带倒。为家庭祭坛 RPG 复兴祷告小组推动代祷，咱即马代祷来请曾牧师。咱只是起立，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爱上帝，阮三个组织，三个伫你面前，我一摆用祈祷来到你面前。主阮伫遐感谢你，以你创造即个宇宙万物，互阮伫遮来徛起，将上好诶也要赏赐伫阮。阮伫遐感谢你。当阮即时也特别为着阮诶教会事业，阮希望教会，也是阮超找敬拜中心诶地点，阮诶事业、正人诶事业，阮拢完全摆咧伫你面前。主恳求你也伫即段疫情诶顶面，保守阮兄弟姊妹，得到你诶看顾甲平安。特别伫咧做即个预防新冠疫苗诶社，也拢会当得到平安，来领受你大大诶恩典。但只是阮也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需要来祈祷。恁朝这福建主可能特别介三个弟弟继续看顾伫伊，药中伤伊诶福建。也恳求你，也继续看顾伫伊。手所用伤，奇妙的中风，也恳求你看顾伫伊，互伊紧紧来恢复伊的健康。例如这3叉神经的即个病痛，主肯定会当来帮助伊。应承节的弟弟艺术伤，
的福建，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伊的需要，特别为着梅玉节头家生皮蛇，主可能互伊得到医治甲帮助。初期这第二囝伫南非这段期间，伊可能上帝会当看顾伫伊邻世人全家拢会当得到平安，保守因一家人。阮教会伫咧推动家庭的祭坛，也是 RPG 复兴祈祷小组的推动。所以，阮伫祈祷的中间，更加会当甲你有亲密的交陪。伫家庭分享中间，互阮的家庭会当更加密切，掠主你的眼光，掠上帝你的话，真是阮一生中最大的帮助。所以，阮特别伫遮，也为着遮出外，无论伫国内外，遮兄弟姊妹。主可能特别看顾伫因，即台湾得到平安。阮的对象，阮所带导的，也是阮本身的需要。阮遮对伊所求讨的，主可能特别伫基督中，伫你的旨意中成全应允。阮对你的求讨，阮伫遮来得到帮助。主，阮也将即个祈祷完全献上伫你面前。过来一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这所祈祷的圣名。阿门。圣人尽性至诚天父，阮感谢你。了后，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甲享受圣神的帮助，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今日礼拜到遮煞，